放咗40年零花零撞、密封養護嘅全套香港舊錢幣，今日值幾多錢？答案絕對打你面，淨係得350蚊港紙。好多人仲以為舊嘢一定值錢，擺得耐就會發達。但係2026年香港錢幣拍賣市場已經鐵底變天，舊一套收藏邏輯完全失效。99普通過戶踩坑拉錢都唔知點解。今日帶大家用最新頂級拍賣數據、真實行業案例，拆解而家香港錢幣最真實、最殘酷嘅增值規則。2026年年中，香港旺角錢幣商圍發生咗一單極具代表性嘅真實交易，鐵底打破香港大眾幾十年來嘅收藏思維定勢。一位默默收藏40年嘅資深普通藏家，將自己全程密封防潮、無磕碰、無氧化嘅全套近代香港流通硬幣帶去旺角一間經營30年嘅老牌實體門市估價變現。原本打算將變現所得用嚟資助孫兒來香港讀書嘅學費同生活開支。呢位藏家同絕大多數港人一樣，都信住一個老道理：收藏最緊要時間積澗，40年用心保存嘅舊藏品，一定有穩健嘅保值增值能力，絕對可以當做家庭應急資產。但現實狠狠焗咗一盆冷水門市，按照2026年最新收貨標準權威評級數據庫同實時拍賣行情，俾出嘅最終估值只係350蚊港紙。幾十年嘅情懷，日復一日嘅細心養護，跨越40年嘅時間沉澱，最後換來嘅市場價值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巨大嘅心理落差令呢位老藏家極度難以接受。好多普通人第一時間就會覺得係錢幣煲刻意壓價，行業套路揾水魚。但係對照2026年 Spring Stack Bowers Heritage 三大國際頂級拍賣行春夏專場嘅真實成交數據，再加 PCGS NGC PMG 官方年度存量報告，香港錢幣同業公會統一收貨標準，呢個350蚊嘅估值完全貼合市場真實行情，根本唔存在人為壓價嘅情況。呢單案例並唔係個別事件，而係2026年香港錢幣收藏2級市場最普遍、最真實嘅行業現狀。而家絕大部分普通藏家都陷喺同一個收藏誤區，錯將藏品存放時間、個人養護嘅用心程度等同於市場價值高低，固執認為年代古老就高價，珍藏內就有溢價。但隨住錢幣行業全面踏入數據化、精細化、透明化嘅新階段，傳統幾十年嘅收藏邏輯徹底失效，行業底層價值體系已經完成遠複式迭代。本文將極行2026年最新一線交易數據、頂級拍賣成交案例、權威機構行業佈局，多維度拆解香港錢幣市場嘅核心價值邏輯，剖析普通藏家頻繁踩坑嘅根本原因、新增行業都勢假設同未來行情預判，搭建一套完全適配2026年市場規則嘅專業收藏養護變現體系。想要睇透2026年香港錢幣收藏市場，首先要梳理行業10年變革嘅核心脈絡，呢個係解決普通藏品低價困境嘅關鍵。2016年之前，香港錢幣市場係典型嘅信息封閉時代，行業呈現小眾閉環圈層混亂嘅格局。當時短視頻科普尚未普及，線上暗定行情查詢體係一片空白，普羅大眾根本分辨唔到錢幣嘅版別、生產批次、黃幣廠標識同品相等級，只可以靠主觀感覺判斷藏品價值。行業從業者就住呢個信息差同渠道優勢，帶喺部低價回收民間海量普通流通舊幣，再透過圈層、高端交易渠道高價轉手，賺取幾倍甚至幾十倍嘅差價。呢個年代，錢幣嘅收藏價值核心依託係信息霸斷，並非藏品本身嘅稀缺性。普通人幾十年嘅收藏情懷同時間沉澱，最後只係變成幣商套利嘅工具。呢亦都係老一輩藏家堅信舊錢幣可以發達嘅根本歷史源頭。由2023年開始，短視頻科普全面普及，評價線上按定落地，拍賣數據全網公開，直接粉碎咗行業幾十年嘅信息癖好。去到2026年，香港錢幣市場嘅規範化、透明化、數據化程度創下近10年新高。海內外主流平台免費開放版別鑑別、品相評級、行情查詢、真偽鑑定全套專業功能，閒於未拍堂各大拍賣行官網，隨時可以追溯每一件藏品嘅歷史成交記錄。品相細節、真實成交價，徹底杜絕暗箱操作同惡意壓價嘅市場亂象。市場透明化帶嚟嘅唔止係交易公平，更徹底暴露咗大眾收藏嘅核心痛點。市場日價邏輯已經由舊時代嘅時間日價、情懷日價，全面轉變為稀缺日價、品相日價、人民日價。2026年市場鐵律極之清晰，工業化海量量產，民間傳世量，
萬大嘅普通流通港幣硬幣、常規紙幣已經貼底喪失增值空間，甚至出現大面積嘅面值倒掛現象。根據香港錢幣同業公會2026年起調研數據，旺角、上環、銅鑼灣三大核心交易商圈超過85號嘅普通老舊流通港幣回收價低於法定面值。淨係頂級品相、特殊版別、稀缺生產批次嘅藏品先可以實現逆價增值。以家家戶戶存量最高嘅1978至1980年高冠中年女王頭像1元硬幣為例，呢3年正值香港經濟高速起飛階段，民生流通、商貿交易對小額貨幣需求暴增。香港環幣廠24小時滿負荷量產，3年累計發行量突破數10億枚。就算經歷40年嘅流通磨損、遺失損耗，而家民間私人存量仍然多達數千萬枚，完全冇任何稀缺屬性。2026年 Stack's Bowers 春季專場附屬調研數據顯示，品相完整、無氧化無磕碰嘅普通流通品，單枚回收價只係5至15蚊港紙；有輕微磨損、氧化發暗嘅舊藏品，直接低於面值。無人願意批量收購，普通家庭囤積嘅上百枚同款硬幣，批量變現總價普遍唔夠1000蚊，投資收益幾乎可以忽略。從商業運營邏輯分析，幣商低價收貨並非黑心牟利，而係市場化成本核算嘅必然結果。普通流通幣受眾固定，流通性極弱，出貨週期漫長，單批次上千枚藏品，往往需要1至2年先可以慢慢清貨。期間需要持續承擔門店租金、人工養護、哈儲保管、資金佔用、品相維護等固定開支，扣除各項成本之後，批量收貨嘅利潤其實極之微薄。喺2026年成熟嘅市場體制之下，呢類工業化量產嘅流通剩餘金屬製品根本唔具備收藏投資屬性，普通人幾十年嘅養護情懷無法轉化為市場價值，最終只會變成沉沒成本。值得警惕嘅係面值倒掛零日價嘅市場狀況，同時覆蓋硬幣同紙幣兩大主流品類，貼底打破舊紙幣一定升值嘅大眾固有認知。2026年 Spring 香港春拍紙幣專場數據顯示，港人最熟悉嘅回歸前青蟹10元港紙，普通冠號舊品上嘅藏品成交價同法定面值完全持平，零日價空間淨係寶號冠特殊流水號 PMG 65分以上，完美全新品上嘅稀缺藏品，先可以實現30%嘅日價。呢組數據有力證明咗行業核心邏輯，藏品年份、發行年代早已唔係價值評判標準，實時供需關係、傳世數量、品相等級，先係2026年錢幣定價嘅核心基準。普通藏家之所以有巨大心理落差，本質上係被短視頻平台營造嘅虛假收藏環境誤導。而家各大流量平台為咗博取播放量，專門錄選全網千萬分之一嘅天價真品成交案例，不斷渲染舊錢幣一夜暴富嘅流量故事，刻意引焚99普通藏品嘅真實低價行情，令大眾誤以為只要年代夠遠、保存得好，就可以交價變現。激勝2026年上半年全品類拍賣數據可見，市場兩極分化，提勢達到近5年頂峰，高端稀缺藏片持續溢價，成交火爆，普通流通藏片不斷猛值，冇人問津。2026年10月 Stack's Bowers 香港春派總成交額突破3000萬港紙，整體成交率高達90%，所有高端真絲幣特殊版別藏片全數議價成交。同年6月 Heritage 香港下拍錢幣紙幣專場，總成交額接近2700萬港紙，稀缺樣票錯體幣、歷史紀念幣嘅日價幅度普遍超過50%。與之形成強烈對比嘅係，線下實體門市普通流通幣成交量同比下跌28%，市場官價持續走低，兩極分化格局已經貼底固化。基於2026年最新市場現狀，品文提出3大行業趨勢假設嘅一層實時數據同真實案例，推演未來收藏行情，為藏家長期投資佈局提供專業參考。第一，同質化存量藏品嘅溢價將持續歸零，未來1至3年，普通老舊港幣硬幣、常規流通紙幣會貼底退出投資賽道，只保留懷舊紀念屬性，市場變現價值進一步萎縮。第二，精細化細分版別、高分評級、帶有人民溯源屬性嘅藏品，日價空間會持續擴張，成為行業核心增值賽道。第三，人工養護，後期翻新嘅藏品萌值速度會大幅加快。原生態零人工干預嘅原版品相藏品將成為高端市場嘅主流剛需。2026年錢幣收藏行業對於稀缺性嘅定義
已經完成全面迭代升級，鐵底捨棄年代久遠就等於稀缺嘅老舊標準。全新稀缺邏輯聚焦4大核心，獨一無二嘅歷史定位，小眾專屬細分版別，極低實時傳世量，無法複製嘅工藝特徵。而家資深藏家、機構投資者嘅收藏競爭已經由單純比年份升級為比稀缺、比獨特、比品相、比底年。呢個亦都係高端藏品不斷拍出天價嘅底層邏輯。2026年 Spring 春季拍賣嘅標杆級藏品，1866年維多利亞女王半圓銀幣，完美印證咗全新嘅稀缺價值體係大眾普遍誤以為呢枚幣百萬級別嘅成交價源自160幾年嘅漫長歷史。但實際上增值邏輯同年份毫無關係。1866年係香港本土環幣廠正式投產，開啟自主環幣歷史嘅元年。當年生產嘅機制幣係香港近代環幣史嘅開端，具備獨一無二嘅歷史溯源價值同行業里程碑意義。今次上拍嘅呢枚藏品，更加係建廠初期模具調試階段嘅過渡版別，屬於短期小批量試黃產物。根據香港環幣廠官方存檔檔案記載，建廠初期設備同模具尚未穩定，工匠反覆調整珠點排列、浮雕深淺、模具參數，衍生出大珠圈式小珠圈兩種小眾版別。其中大珠圈過渡版傳世量僅有個位數，屬於全網孤品級別嘅稀缺藏品。2026年呢個版別銀幣最終成交價高達亦12萬港紙，而同年份常規流通版普通品相嘅同款銀幣成交價只係3至5萬港紙。將近30倍嘅價差，完全由版別稀缺性決定，同存放時間、個人養護程度毫無關聯。呢套邏輯喺紙幣收藏領域體現得更加極致。2026年 PMG 官方百年存檔數據庫研究報告指出，1941年香港黎陷前夕發行嘅戰時紙幣，雖然整體發行係波攀大，但戰亂導致大批量紙幣損毀遺失，再加戰時物資技乏，供應鏈中斷，民間臨時印刷廠採用劣質紙張替代。由墨緊急生產紙張穩定性極差，極易氧化脆化，能夠完整保存到今日嘅高品相藏品數量極其稀少。依託最新行業數據研判，行業已經徹底推翻發行量定價值嘅百年老規矩，確立全新定價準則。官方歷史發行量只係參考數據，實時傳世量、高分品相留存數量先係決定藏品價值嘅核心因素。部分千萬級發行量嘅藏品 MS65 EPQ 高分完美品相嘅傳世量淨係幾十枚。呢類普品入面嘅稀缺款，成為2026年最具增值潛力嘅核心投資標的。透過 PCG、NCC、PMG 三大權威機構數據庫，精準檢索細分版別、分數段嘅實時存量，已經成為專業藏家嘅基礎研判能力。喺稀缺性邏輯之外，2026年錢幣市場嘅品相溢價進入極致內卷階段，微米級嘅細微品相差距隨時拉開幾十倍嘅價值結構。10年前行業只係簡單將藏品分為流通品同未流通品兩個等級，溢價差距細微。而家評級體係全面精細化，新增 PL 鏡面效果、首日初打原生包宏超精浮雕、無打磨原生底板等細分標，每一項合規標冧都可以帶來50至把柄嘅硬性溢價。以1971年香港 H 廠嘅1元硬幣為例，2026年最新市場成交數據清晰展現品相分層溢價規律。經過人工清洗，帶有細微劃痕、底板氧化發暗嘅裸幣，市場價只係200蚊左右，冇人主動收購。MS63 基礎完美流通品相，成交價穩定喺600至800蚊。MS65 高分精品，車輪光澤完整底板，通透無瑕疵嘅藏品，市場價突破2蚊。2026年4月 Stack's Bowers 專場入面，一枚帶有首日初打標爐嘅 MS66 高分同款硬幣，最終以利燦500蚊港紙成交刷新常規品相成交紀錄。品相溢價嘅核心源頭係於高分原生態藏品嘅稀缺性，工業化標準量產嘅流通幣大約100枚先可以揀出一枚 S65 品相，而 S66 計嘢上嘅近乎完美品相，屬於量產工藝入面嘅極品出廠之後，零摩擦、零氧化、零磕碰，可遇不可求，稀缺性遠超普通高分藏品。與此同時，行業收藏審美已經完成啱複式升級，鐵底兵器早年越光淨越新就越好嘅錯誤觀念，自然形成嘅原生包，成為藏品嘅核心加分項。2026年香港錢幣行業峰會敲定統一鐵律，所有經過人工清洗、打磨、鋪光、藥水浸泡、超聲波翻新嘅錢幣，一律減價處理，鐵底失去高端市場入場資格，自然沉漸嘅包膠。
係錢幣長年緩慢氧化形成嘅織物保護層，既可以隔絕腐蝕保護原版工藝肌理，亦都係獨一無二、無法複製嘅歲月印記，係舊錢幣收藏價值嘅核心靈魂。業內2026年最具警示性嘅收藏踩坑案例，足以令所有藏家警醒。一枚1868年維多利亞半元銀幣，原本原生包革完整，品相上乘，零人工干預權威評級，估值高達55萬港紙。但藏家聽信民間養護偏方，用酒精擦實軟布包裝，清理表面暗沉，看似簡單嘅保養操作，直接破壞原版幣面肌理，產生細微人工劃痕，流失獨特原生包音。經權威機構檢測標注人工瑕疵之後，呢枚藏品只以1800蚊成交一次盲目養護操作，直接蒸發近4萬蚊價值，係損幅度超過96%。而家行業按定技術已經全面升級，高倍顯微鏡、炕光檢測儀、微觀紋理分析儀成為評級標配。20倍微觀視覺之下，任何人工打磨、藥水附試、超聲波清洗嘅痕跡都無處遁形。2026年3月，頭部評級機構專項曝光報告，明確指出市面流行嘅超聲波翻新手段，肉眼睇落完美無瑕，但會喺幣底留下無序微細劃痕，永久損毀原版工藝肌理，直接導致評級扣分、價值暴跌。基於海量實操案例，2026年行業形成標準化養護規範，日常只可以用柔軟毛刷清理表面浮塵，嚴禁攞手觸摸紙巾、擦拭化學藥水浸泡、機械打磨設備曝光。藏品品相變差、氧化發暗時，絕對唔可以私自處理，必須交由專業機構精細化養護。原生態嘅歲月痕跡，遠比人工寄造嘅光亮品相更有收藏價值同市場認可度。以1964年香港1毫女王硬幣為例，自然形成嘅均爛淺金包間實可以長期保護幣底，保留原版質感。一旦人工擦走包棱，幣面會快速氧化變黑，滋生重斑，鐵底失去收藏溢價。當版別品相養護嘅基礎紅利被充分挖掘之後，2026年高端錢幣收藏嘅價值競爭升級到最高維度。歷史趣事同人民賦能單純嘅版別稀缺品相有良，已經唔足以拉開頂級藏品嘅價值差距。能夠承載獨特歷史故事、完整傳承脈絡、時代人民記憶嘅藏品，成為資本同資深藏家嘅核心追逐目標。文化日價正式成為頂級錢幣增值嘅核心密碼。2026年6月，香港國際錢幣展晚宴專場拍賣，一枚1975年英女王訪港紀念金幣拍出超高價，完美佔悉咗人民賦能嘅增值邏輯。呢款金幣基礎發行量適中，民間存量充足，普通裸幣嘅常規市場價平穩，冇突出嘅稀缺優勢。但今次上拍嘅藏品配套全套完整溯源檔案，官方贈送證書、政府交接信函、安保工作佐證單據幾十年傳承記錄一應俱全，清晰記載呢枚金幣係當年港英政府財政司定製嘅特級外事禮品，專門贈予女王訪港期間嘅高級安保警司。完整嘅官方溯源脈絡，令呢枚普通紀念幣升級為見證70年代香港黃金發展期中英外交盛典嘅文史遺物。最終成交價比同版別、同品相、同評分嘅普通藏品高出1倍。人民賦能帶來嘅超額溢價，遠遠超過藏品本身嘅工藝價值。呢套邏輯同樣即係用於紙質票證收藏。2026年多場高端拍賣會入面，一枚1865年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原始股票證書持續高價競拍，核心價值唔在於材質同品相，而係票證上面保留嘅原始手寫股權記錄，完整還原咗香港開埠初期外資入駐商貿崛起、銀行業萌芽嘅完整歷史脈絡，係無法複製嘅時代文史載體。更具參考價值嘅係人民溯源溢價邏輯，已經全面下沉到現代普通紀念幣，打破新幣無溢價、現代幣唔保值嘅固有認知。1997年香港回歸青馬大橋通車紀念幣，原版發行量巨大，市場存量充足，普通裸幣市場價只係幾百蚊，幾乎冇增值空間。但2026年情懷專場拍賣入面，一套附帶原藏家手寫日記入手憑證，數十年收藏記錄嘅同款紀念幣，最終以接近5000蚊港紙成交，溢價幅度超過10倍。泛黃嘅日記記錄咗1997年香港回歸前夕嘅時代，風貌普通市民嘅家國情懷同收藏初心獨一無二嘅人民故事，令工業量產嘅普通藏品實現價值逆襲。呢一點為普通藏家帶來咗2026年全新收藏機遇，唔使盲目追逐天價頂級珍品。日常收藏過程入面，只要持續保留藏品嘅入手、憑證入手時間、收藏故事，
時代背景記錄，日積月累形成完整溯源體系，就可以為普通藏品賦予獨一無二嘅人民溢價，實現價值增值。喺而家嘅市場入面，藏品嘅人民底蘊同傳承故事，早已成為超越材質、工藝、年份嘅核心增值優勢。2026年錢幣收藏嘅精細化競爭，進一步下沉到微米級嘅微觀版別差異，依託 3D 掃描建模微觀紋理，比對全球數據庫互通技術，幾十年來被大眾忽略嘅細微模具痕跡、沖壓誤差、珠點間距、浮雕落差，成為新一輪財富分化嘅關鍵。傳統收藏只會區分年份、黃幣、廠記、號幣種類型，而家專業研判聚焦模具受磨痕跡、初期試黃特徵、批次工藝差異等隱形性細節。以1971年香港女王頭像1元 H 廠記硬幣為例，傳統認知只會區分 HK 銀兩大廠記版本，普遍認為 H 廠記工藝之精良、認可度更高。但2026年初行業最新研究成果顯示，早期短時間試黃嘅 H 廠記硬幣，女王皇冠頂端有專屬嘅模具崩裂剪口痕跡，屬於模具調試階段嘅獨有工藝特徵。模具修復之後，呢個版別就全面停產，傳世量極低。2026年6月，一枚 S64 高分剪口版硬幣線下私人交易成交價突破1萬蚊港紙，而同品相嘅常規 H 廠記版本只係2產至3產蚊。單一個微觀版別差異，直接實現數倍價值翻倍。精製幣賽道都誕生咗全新精細化玩法，初打幣成為高端稀缺標嘅精製幣，本身採用曝光模具、低速重壓工藝，質感遠優於普通流通幣。但2026年細分研究發現，全新模具壓製嘅頭幾十枚初打幣，紋理極致清晰，鏡面深邃，浮雕立體，明暗對比極致，擁有頂級黑鏡質感。而後期沖壓嘅精製幣受模具磨損影響，紋理模糊，鏡面暗沉，質感差距極大。2026年上拍嘅1988年香港官方精製幣初打套裝，憑藉超精浮雕、原生鏡面質感嘅專屬標冧，成交價比普通後期套裝高出40%，溢價優勢極為明顯。錯體幣賽道喺2026年完成專業化升級，貼底擺脫低端時期炒作，建立起儀器檢測、數據佐證、真幾可索嘅標準化體系。天然錯體幣依靠橫造瞬間失誤形成嘅唯一性、不可複製性，擁有天然稀缺溢價。但近年人工交仿錯體泛濫，倒逼行業全面升級按定標準。PCGS NGC 2026年全新按定體系引入痕跡動力學分析技術，可以精準區分天然環造失誤同人工技造痕跡。天然裂無錯體紋理呈樹葉脈狀自然放射，完全符合金屬疲勞物理規律。人工打磨、電盡刻畫嘅技造痕跡生硬突兀，冇自然應力崩口，真假一目了然。2026年4月 Spring 香港春拍入面，一枚1973年香港1元大餅陰陽面錯體幣驚訝全場，成為年度錯體幣標間案例。呢枚錢幣喺沖壓過程中，幣坯意外翻轉失敗，正反面偏離180度標準角度，屬於機器瞬間運轉失誤造成嘅天然孤品，市場預估價1萬蚊，最終經過多輪競價以2萬蚊港紙高價成交，溢價超過6倍。呢個案例充分證明，經過權威機構認證嘅原生錯體幣稀缺價值持續攀升，而冇正規評級認證嘅自製錯體後天瑕疵，完全唔具備收藏溢價。除咗藏品本身嘅品質研判之外，2026年市場驗證出嘅核心增值關鍵，係普通藏家最容易忽略嘅出貨策略。而家市場透明度極高，信息傳播速度極快，盲目集中拋售好容易擊穿品類價格體系，摧毀市場信心，造成不可逆嘅行情崩塌。2026年5月，旺角好望角交友中星嘅兩組對比案例，直觀瞻悉咗出貨策略對藏品收益嘅決定性影響。反面案例入面，藏家家人唔熟悉市場規則，急於變現，將300張年號1968年香港有利銀行100元稀有紙幣一次性集中批量拋售。呢個品類往年普通舊品單張成交價穩定喺2至3萬港紙，屬於頂級保值精品，但巨量稀缺貨源集中入市，直接打破市場存量共識，引發買家觀望恐慌，最終整場拍賣冇人高價競拍，單張平均成交價淨得1.2萬蚊，品類行情鐵底跳水，未來幾年都難以收復。正面案例就形成鮮明對比，一位資深幣商手持15枚1997年香港回歸精製金幣，並冇選擇一次性清貨，反而採用精細化分批出貨模式，每月只上架1枚，同時喺專業藏家社群拍賣論壇提前預熱宣傳，詳細講解單枚藏品嘅品相優勢、版別價值同收藏底蘊，定時定量嘅精細化運營，
持續維持市場供需缺口同行業熱度，單枚成交價每月穩步上升5，最終整套藏品全部成交時，單枚價格較首次上架日價接近50%，整體收益遠超集中派售模式。兩種案例印證咗2026年終極收藏鐵律，藏品嘅稀缺性並非固定不變，市場信心遠比藏品本身更加重要。盲目集盤、集中出貨會徹底摧毀品類行情，而科學分批出貨維護市場共識，可以持續放大藏品嘅增值空間。無論藏品數量多少，品相優劣，長期少量釋放貨源，維持供不應求嘅良性市場格局，先係藏品持續保值增值嘅核心保障。基層2026年全維度市場數據最新拍賣案例同行業規則迭代，可以清晰總結出普通藏家嘅核心踩坑誤區同科學收藏路徑。大眾幾十年來堅信嘅年份越老越值錢，養護越好，越值錢擺得越耐越值錢，三大認知已經完全唔適用於當下市場。新時代錢幣收藏唔靠情懷，唔靠運氣，唔靠年份，核心依靠專業研判、細節甄別、科學養護、精準溯源、理性變現5大核心能力。基於2026年市場現狀同行業呆勢假設，可以明確未來收藏賽道嘅優劣分化。普通流通舊港幣、無特色常規紀念幣、人工養護翻新藏品會持續宏值，只保留紀念意義，細分稀有版別，高分評級原生態藏品，大完整人民溯源嘅現代紀念幣，權威認證天然錯體幣會成為持續增值嘅優質核心標的。與此同時，隨住行業研究不斷深入，更多小眾微觀版別會被發掘。精細化細節研判、數據庫查詢能力將會成為藏家嘅核心競爭力。收藏嘅本質從來都唔係一夜暴富嘅投機遊戲，而係與歷史對話、與時間共生嘅長期尋茂。錢幣承載嘅唔止係金屬同紙張嘅材質價值，更加係香港百年商貿發展、時代更迭、人民變遷嘅獨特記憶。拋棄暴富幻想，深耕專業認知，尊重市場規律，做好長期養護同溯源流循，先可以真正吃透錢幣收藏嘅長期紅利，收割遠超金錢價值嘅眼界同積界。YouTube 專屬結尾訂閱引導。睇完呢篇2026年香港錢幣市場深度拆解，相信大家已經徹底打破舊式收藏誤區，睇清晒而家錢幣真實行情同全新增值邏輯。如果你屋企仲有舊港幣、舊紙幣、紀念幣，唔識分版別，唔識睇品相，查唔到最新拍賣行情，唔知點樣養護、點樣評級、點樣高價變現，又或者想避開人工養護坑、錯體炒作坑、集中派售坑，發掘手中藏品嘅隱藏價值，即刻點讚訂閱，開啟小鐘，長期追更2026年最新拍賣動態、細分版別稀缺名單、高分品相鑑別技巧、權威評級避坑指南同科學出貨策略。大家可以直接喺評論區曬出你嘅藏品相，講出你嘅收藏疑問，我會用最新行業標準同真實拍賣數據，免費1對1幫你估價、避坑拆解增值潛力，緊貼最新市場規則，穩穩守住你每一件藏品嘅真實價值。